伫嘉义县市高界大溪厝是正对外主要农业区，为着要推动社区发展，市政府甲社区合作，邀请艺术家创作替社区装塔，嘛要办活动，希望替社区甲在地产业找到发展的机会。社区囡仔画的图，将做是投影的图面，另外一面挂稻仔村的稻草，嘛摕来做卖姜的创作。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配合艺术家的作品，要让人感受无共的农村气氛。这届的主题主要是引用《小王子》的故事，阮为入口开始留一寡甲小王子，伊就是为伊的星球去别个所在的故事，来带大家来看无共的艺术品安尼。嘉义市的大溪社区除了有水环境的教育园区以外，社区内底阁有8口超过300栋的古井，为着要推动社区发展，社区配合市政府透过活动的举办，要让民众来认捌这个伫市区的农村。这嘛有互咱社区带动一寡这农村经济让咱社区的产业一寡在地产业、像美的文化还做一个产业来推动安尼。嘉义市很特别呢，我们是离农村最近的城市，我们希望呢可以借由活动，可以借由产业把它打开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呢会有非常棒的一个夜间的一个艺术的策展。创作的艺术家表示，内底展览的艺术品，日时甲暗时拢有无共的感觉。拜六礼拜，阁有市酒甲表演的活动，希望透过这个内容，替社区甲在地产业增加互人看到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